好意思啊，小肥哥，時差大到添，搞錯啊！明知今日要送個文件俾個客噶嘛，個鬧鐘係響噶，但我一醒咧，我以為仲係凌晨啊！你寧願相信係凌晨，你都唔相信自己嘅鬧鐘啊？咁邊個舒服啲咪信邊個咯，好合理啫。係有冇喺度鳩噏啦？快啲叫車啦！好，我叫緊車噶啦，叫到未啊？如無意外咧，1個鐘頭之後應該可以上到車。1個鐘唔講教會啊嘛，啲人多到死啊！我哋公司一萬勝為1個鐘頭打到車，你咪偷笑咯！等得嚟公司都執笠啦！你搭地鐵啦，地鐵唔塞車啦，係喎可以搭地鐵，但係地鐵你未必搭得到嘅喎。限流就唔講啦，我早上好夜等你一部空車，結果部空車去琶洲接人嘅，而且最近廣州地鐵嗰啲酸縮味，吸埋各個國家嘅香水味啊，用乜嘢？我有計啦，我用廣州速度嚟送。廣州速度？廣州速度啊，係喎，一線城市啊嘛，廣州速度，廣州速度，廣州速。有乜解救咗喺公司樓下遊花園嘅？廣州速度咪真係時速25咯，超速要罰錢嘅，得噶啦，幫你送緊噶啦，等我好消息啦。哦，聽執啦都得啦。